只是话，你妈是些头次的孕妇啦我，马可头你头，提子瓜比吃你子瓜去啦我，你啥你干呢？耶稣呀，卡片的瓜。在这里头，一年一个点嘛多，一万八家咯。可能呢，刚开始关米，你那个嘛就拿去，那时候阿面子那呢，一里一万的乌沙贝克咋嘛搞咯？个的其实历史是提入的，那时候里罗里不行了咯。一万年操作不到，耶稣发提瓜拉嘛那呢，耶稣点嘛，都对瓜嘛，因为这的便宜个是，这小历史是的。一个比提出富一个啦咯，伊话真你的耶稣莫干呀，其实历史说的，还表奴子嘎个个别个咯，不管你那点嘛，只干嘛怕不提表呢？伊话你嘛瓜，拉苏提嘛25年去了别了，伊那就可沙特嘛俺咯。乌萨里嘛俺年最嘎个巴拉索嘛就比都扎掉咯，伊话你嘛瓜过里都扎掉嘛的。耶稣才比森林呢，有话的25年诺瓦尼玛瓜处理是都扎掉了，其实历史说的，侬这个个别嘛嘛俺呀，都侬可都得打死加过去，别嘛突尼克嘛，阿里提克面呢别啥了，拉索阿比那米内瓜这个都只话抓嘛诺瓦森林那嘛，我处理也我别是，其实历史说的。都侬可多得打死，侬一挂一季别搞咯。一年才比多拉死，一可多得打死呢。阿只说默默都家咯。过了年一话阿只说都家木里死，为啥得米多个死呢？处理了是呢，我侬阿天米毛木呢别咯。阿莫一个嘛呢，为啥一直些拖挂比我咯？